二郡主陈楚楚非城主亲生。陈楚楚非城主所生，陈圆圆又身患残疾，那花园城的继承人就只剩下陈芊芊一人了。只要我们毒杀陈芊芊，城主必定拿出龙骨相救，我们趁机夺下龙骨，您的心疾就可以治愈了。少君，您还在纠结是保您的命还是三公主的命吗？上次密信走漏风声一事，我已经查到幕后之人了。何人？哪里找到的？后院厨房。杂货铺的伙计说，是三公主的随从子睿定制的，而且一下就做了500个，现在都堆在后院。我听人说，二姐今晚要去抓玄城密探，我特意赶过去想为你解围，谁知道被你反摆一道。韩少君啊，你可真是辜负了我一片苦心。三公主到底为何如此？因为我把你当自己人。难道她有意误导我，博取我的信任？我不仅知道今天是你的生辰，我还知道你身高186，75公斤，O 型血，喜欢黑色，不喜欢下雨天，最喜欢吃你母亲煮的清汤挂面，不喜欢吃姜。难怪对我了如指掌，原来早就把我调查得一清二楚，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三公主对韩墨当真没有半点防备，还诱导我对她放下戒心。此女子阴险狡诈，表面一往情深，救我于水火，暗地里却用密信设计害我。少君，大夫叮嘱我，您不能动怒啊！陈芊芊这个贱人！少君，少君救我！我不要比试，我不要考试，我也不要当少城主。睡了。三公主，这是要我救他？我们家少君要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韩硕，子睿，屁股，哎呀，哎呀，嘿，哎呀，韩硕，韩硕，禽兽啊！啊！